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籍内晒米粉包装的面顶写“统前”的字样，防检举，才知影讲，原来这个物件台湾是无批准进口的。啊嘛，因为安尼，政府开始严格来追查为中国进口的四手啊，结果查出到真侪人爱食的黄飞鸿这种的土豆，嘛是非法进口。另外一种嘛是真侪台湾人爱食的四手啊，魔芋爽、魔芋爽。即摆要查看，这进口商是毋是有专案来申请，或者是若是走私，或者是虚报，同款的要求厂商爱回收，袂使阁卖。酸辣也蛮好吃的，而且辣度也很够。YouTube 伫推销中国四手啊魔芋爽，这伫网络平台正正。中国籍类似粉红泡继续伫谈，共款来自中国的黄飞鸿的土豆，确定袂使进口台湾。另外一款中国四手啊魔芋爽，都要申请专案才会当进口。魔芋爽本来也是不准进口的，那因为这个产品国内没有制造，所以就确实就有业者有进口。专案申请的标准伫倒位？贸易局表示讲，会审查过来敢有类似的产品，啊，若是可以进口，嘛都要经过市场署审核食品的标准，才会当合法进入台湾。目前部分魔芋爽就是以这个方式进口的。不过，有一寡不少厂商无经过专案的申请，就将这个货品走私入台，这部分会继续追查。一去车厢的通路看，规排魔芋爽拢要伫咧，验过了已经公告违法的黄飞鸿土豆，伫网络同款买会到。包括类似粉、真受欢迎，却是非法的物件，伫市面上流通真侪年啊，到底问题出伫倒位？是海关那边的问题吗？对，之前可能没有查到。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海关那边进一步去了解，在查气方面的部分。要过年啊，乡亲爱食的物件被回收，要什么款的食品甲货品，同款是非法走私入来台湾的，贸易局爱好好啊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